再来看台铁宜兰的大溪站甲四城站的路段，昨有一个查甫人行落去铁基路，去互一台新自强号弄死。暗时台铁甲警方找点外钟，才找到遗体，因为现场无监视器死者的身份阁无法度确认，意外发生的原因嘛爱个调查。 台铁工作人员摕手电伫咧铁基路测，因为252次新自强号伫宜兰大溪到四城车站这段，敢若弄到一个从滨高岛的查甫人，因为天正暗，看袂啥清楚，这个查甫人的尸体找点外钟才找到。咱用8分啊，你无看啊？拄啊头啊，佮你吹，我毋知影尾确定吹到你呢。这件意外和真侪车踏伫咧滨高岛头前，除了252次新自强号顶头差不多400位乘客行程受到影响，台铁的车帮也受影响。 因为台铁全线一直到17透早差不多1点才解除封锁，总共影响10台次列车，延误285分钟。出代志的所在边拄好伫咧进行工程，这个查甫人是安怎走入来，抑个为什么走入来？警方抑个伫咧调查。铁路警察局花莲分局获报后，即派员赶往现场处理。因现场偏僻且能见度不佳，大铁于23时03分方寻获。因为代志发生的所在较偏僻，附近也无监视器。 警方伫咧当地调查，希望先确定死者的身份。警方呼吁民众唔通为着方便入侵或者是跨过铁基路，则袂发生危险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